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讲，即届这个武汉肺炎，真侪人会联想到17年前的 SARS。当年这个 SARS 确实是伫个两花三地造成真大的冲击，尤其是重伤经济。中国、香港甲台湾拢经过正长的一段时间，才慢慢来恢复。即届的武汉肺炎，专家来预估4月份这个疫情会达到最高峰，但是干那到即摆尔。即中国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都已经封超过50座的城市了。面对这个疫情是要安怎来因应才好咧？咱就为当年的 SARS 开始来看起。2003年4月24日，和平病院外口有一条真长的封锁线，由管区的关键界别准入不准出。这个中型区域病院初期开始由政府接管，内面的医护人员甲民众拢被强制隔离。我们本来是没有病的人呐，结果在里面变成有病了。中午12点就被封院嘛，铁栅栏一放下来，来送报纸的、来送牛奶的、来借厕所的，通通被关起来。高雄防疫这种白色其他，将为了病甲健康的人关做伙。SARS 的病毒未输是温馨的杀手，随时找机会要行动。病院外口，逐天拢有真侪媒体翕到镜头，是惊吓，有不满，更加有生气。面对病毒，欠丰富资源，水也无够，医护人员连隔离衣都无，竟然用简单的护衣代替，种种乱象造成人心惶惶，大家拢会惊。什么防护衣，大概一点点，但是全部都给我。我心里想说，那我拿进去，你们怎么办？哎，你进去了再说。那我拿进去以后就没有打开来过，因为我进去以后本来想说，我来分一分啊，大家会圣诞老公来。每个人都没有装备，你是要分给谁啦？第7天后的5月7日，和平病院传出头一件医护人员死亡消息，护理长陈静秋为着病身亡。当时院内被隔离的人，恐慌的情绪已经到临界点，强要失控。为什么我们要照顾SARS病人？我们没有染病。用地狱好像也不是太夸张，就是地狱的边缘好了。就是这群人就非常的害怕。后来1个月内，和平病院医护人员总共有9个人为着病来死亡。医师林永祥的告别式现场是庄严哀情，伊身份无留过的太太悲伤家人就咧分去。阿爸，你让开一下，让开。故事讲起来，其实它就是一个金字塔的一角而已，或者冰山的一角。大家看到的是往生的这一群人，就已经哇眼泪掉不完。SARS 为2002年11月开始传，过2年9月才煞，为着人数是8096个人，死亡是774个人。不过武汉肺炎为2019年12月开始发生，到2020年2月11为止，较无3个月已经超过42000人，为着1016个人死亡，杀伤力远远超过 SARS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防疫的措施，几乎已经拉到封城、封省，各国也跟中国之间出现一个断航的状态，要确保这些疫情不会扩散到其他国家，所以它的冲击绝对比2003年大上非常多。过来，SARS 造成全世界经济损失，社会估计超过400亿个美金。这摆武汉肺炎，澳洲大学研究估计可能损失1600亿个美金。台塑集团嘛判断，全世界付出损失1000亿美金的惨痛代价。当全球第2大经济体完全陷入到经济活动停滞的状态，那其实那个对经济的影响的层面当然就会非常大。万一真的没有再持续控制的话，我想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是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挑战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它今年的 GDP 不到5%的话，会是这27年来最烂的一个数字。当前台湾的经济受到影响，观光业是头一个。航班减少甚至停航，专家烦恼讲，一旦无薪假开始，消费紧缩，那呢，台湾经济如果将再度发生产业重伤的骨牌效应。那员工的薪水当它减少的时候，就影响到荷包的一个深度，影响到他的荷包，就会影响到他的消费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严守病毒侵入，杜绝社区感染。去年台商回流投资超过新台币7000亿，面对中国各种威胁。
台湾更加应该严密防疫，守住防线，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的坚强国力。